錯綜複雜的宇宙4。前言：歡迎大家，歡迎新嘅讀者加入閱讀本系列，亦歡迎其他多年嚟一直關注我催眠之旅嘅讀者們嘅回歸。當初開始寫錯綜複雜的宇宙迴旋宇宙系列嘅時候，我誤以為佢只會係一本書，我一直喺度整理，後來成為監護人一書嘅信息。呢本書記錄咗我25年嚟對不明飛行物同綁架事件嘅調查。我收集咗大量嘅信息，並認為我已經涵蓋咗任何人想了解嘅關於呢種現象嘅所有內容。然而，信息卻開始出現意想不到嘅轉折。佢唔再關注外星人，而係轉向咗以前我從未聽講過嘅形而上學概念同理論。嗰時我就知道，我必須完成嗰本書並開始另一本書啦。我唔知道呢個篇章會點樣被接受，因為佢同我通常寫嘅關於催眠同尋找失落知識嘅文章截然不同。雖然呢個篇章探討嘅亦係失落嘅知識，但佢嘅方向卻完全不同。我將第一本書稱為一本旨在讓你嘅思維似椒鹽卷餅一樣扭曲嘅書。我諗佢或許會吸引嗰啲過去30年嚟一直關注同閱讀我嘅書嘅讀者，讓佢哋能夠睇到我喺呢個領域嘅發展歷程。然而令我驚訝嘅係，我發現呢個系列嘅第一本書竟然吸引咗好多第一次閱讀我嘅書嘅讀者。我原本擔心，如果人們直接跳入呢片深水區，佢哋係咪能夠理解呢？我一直建議佢哋從我早期第一本書開始，然後循序漸進咁閱讀呢本新作。但後來我收到嘅郵件表明，讀者們比我想象嘅更樂於接受呢部著作。一啲讀者寫道：我可能睇唔明，但喺佢確實讓我深思。我喺書裏面講，要將呢啲書當作精神食糧，佢哋提供新嘅概念同理論，讓讀者欣賞同思考，然後放下，以便讀者繼續自己嘅生活。呢個只係日常生活中嘅一段有趣嘅插曲或小插曲。當我喺準備出版錯綜複雜的宇宙迴旋宇宙嘅時候，我突然決定喺書名中加上第一冊。當時釘環烏龍，我真係唔知道呢個系列係咪仲會出版續集。我覺得我已經將所有可能嘅內容都寫入第一冊嘅書裏啦，但唔知點解我仲係決定將佢叫做第一冊。我而家應該明白，佢哋係幕後推手，佢哋知道我只係觸及咗皮毛，而而家我已經踏上咗呢段新嘅旅程。未來將會有大量嘅新資訊湧現，事實亦的確如此。該系列嘅每一本書都引入咗越嚟越多奇特嘅概念，俾人們思考同遐想。讀完第3冊錯綜複雜的宇宙後，我真係以為佢哋已經將所有能諗到嘅都講完啦，冇乜嘢可以好學可聞啦咧。佢哋已經將一切都講咗俾我知啦。但喺我整理呢本書嘅過程中，我喺蒙特利爾嘅最後一次催眠療程上，又冒出咗一個令人匪夷所思嘅概念。喺嗰一章嘅結尾，我話：而家歐龍，我知道冇乜嘢可以探索嘞。而佢哋以佢哋無窮嘅智慧話：哦，唔係呀，仲有更多呀，仲有更多呀。就咁樣，我終於完成咗呢本500多頁嘅書，並成功出版啦。之後佢哋讓我休息咗幾個月，等待書稿進入印刷階段。我所有嘅催眠療程都係正常，只係幫助人們解決身心問題嘅常規療法。然後信息又再次湧現，我知道第4冊書肯定會出版。當我將第一本書命名為第一冊嘅時候，我笑咗啦，因為我當時諗最多亦就再寫一本書啦。依家我亦唔知道最終會出幾多冊啦。我只係不停地寫作，而佢哋亦不斷咁提供俾我新嘅信息。喺整理呢本書嘅過程中，我發現我已經累積咗足夠嘅素材，可以寫成3個唔同主題嘅章節。
所以呢段旅程仍然喺度繼續中。對於嗰啲啱啱加入我哋嘅人，歡迎嚟到呢場冒險之旅。對於嗰啲一路陪伴我走過呢段旅程嘅人，歡迎返嚟啊！我希望喺接落嚟嘅冒險中，你哋能夠發現更多有趣嘅概念。所以請帶住開放嘅心態去閱讀，並準備好迎接思維嘅進一步轉變吧。畢竟椒鹽卷餅嘅形狀亦好有趣，佢哋睇起嚟好似無限大嘅符號，唔係咩？